目前全台湾有11个县市拢有 T-Pass 月票通使用，也毋过东部县市公共运输无遐尼利便，所以目前是无月票。也毋过台东县政府伫10月初2特别来推出台东县内各当坐花莲县公车的台东 T-Pass 月票哦，一个月299块，通勤族一个月是当省700块，游客买当使用。台东推出 T-Pass 月票。设置3合1，票证自助卖票机是全国头一个，民众会当真方便，就买到299块的月票。为10月初2开始，全民提通勤月票，一个月内会当无限距离、甲次数，坐县内59条客运的路线，也个会当搭台铁、低雄到台北非对号的列车，以市区通勤去日本台东大学，学生一个月就会当省700块至1000块的车钱。我记得票价是20到30之间，大概28吧。那这样很好啊，这样我们家长就可以省这一笔钱了。台东县政府表示，也有7条下县市去花莲客运的路线买当使用。不过对偏乡、大众运输工具较欠缺的民众来讲，可能就真有限。不过县府规划采取去年花东大地震、TT 购民间运输工具来接驳，加上公路局推动幸福巴士，再去附近的客运站或者是火车头，会当使用台东 T-Pass。不过目前欠车嘛欠人，县府当地招募司机甲车辆。也就是其实是一种另类的 Uber，就是希望能够让部落或者是我们村里面的自己家里的自用车，自己来去考绿牌执照。这个绿牌就是可以来做这样子一个TT Go 的营业。台东 T-Pass 月票10月初2开始上路，县府表示，民众会当伫超商、台东转运站、甲火车头买到实体卡片，卡片嘛会当甲钱嵌落内底使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